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少啲人知道嘅肉毒桿菌素嘅應用方法。原來肉毒桿菌素唔單止可以改善皺紋啦，同埋瘦面，其實亦都可以改善鼻翼呢個嘅效果嘅，咁令到個鼻型望落去更加立體啦，同埋精緻嘅。咁當然啦，所有嘅注射都要經過註冊嘅醫生專業嘅分析，同埋了解所有嘅注意事項同埋風險，先至可以進行嘅。首先講一講肉毒桿菌素唔會令你個鼻骨個形狀改變嘅，但係如果你想個鼻翼，譬如話鼻翼向外擴張啊，或者笑起上嚟嘅時候個鼻頭會向下垂嘅問題嘅都話時候咧，你就可以透過某一啲注射嘅位置注射肉毒桿菌素，令到視覺上望落去個鼻會收窄同埋鼻尖提升嘅效果。咁醫生會針對3組特定嘅肌肉做一個注射嘅。首先第一組肌肉叫做 nasalis， 俗稱叫做兔仔紋。譬如話，當你笑起嚟嘅時候，擁起個鼻哥，呢啲咁嘅皺紋咧，打咗落去嘅時候咧，就會有放鬆，令到個皺紋減少，鼻翼皺紋減少嘅效果。另一組叫做 depressor septi nasi， 就喺呢個位置嘅。譬如話，當你笑起嚟嘅時候，個鼻尖會向下垂嘅，咁放鬆呢一組肌肉，個鼻尖就會提升，同埋有收窄鼻翼嘅效果嘅。呢個效果特別適合一啲笑起上嚟鼻頭會向下垂，或者年紀比較大啲而鼻頭向下垂嘅人士嘅。咁第3組肌肉叫做 nasal flare， 咁呢個肌肉嘅位置喺鼻翼嘅軟骨嘅上方呢個位置，咁用嚟控制個鼻翼擴張嘅。咁注射喺呢個位置嘅時候，會令到個鼻輕輕咁收窄。咁放鬆呢組肌肉咧，會令到你個鼻哥窿咧會收窄咗啦、縮細咗啦，視覺上望落更加精緻嘅。肉毒桿菌素本身佢係一個藥物嚟嘅，雖然佢唔係一個手術，但係始終都有一定嘅風險，所以注意嘅事項就一定要揾翻專業嘅醫生去做一個諮詢同埋分析。首先，佢唔會令你個鼻骨或者個鼻翼嘅結構有一個完全嘅改變。咁只不過係將放鬆某幾組肌肉，達到嗰個鼻翼改善嘅效果。咁注意嘅事項咧，包括注射喺4個小時之內咧，盡量唔好按個鼻哥，以免啲藥力咧擴散其他位置。咁一般咧3至5日咧就會開始出效果㗎啦。咁大概個藥力咧發揮都係幾個月到啦，每個人唔同，大概都係4至6個月到。咁如果你想改變你個鼻型，但係又唔想開刀，肉毒桿菌素其實都係一個比較簡單快捷同埋相對地風險少嘅選擇。但係實際上出到幾多效果啊？係咪每一個人適合呢？咁最緊要都要揾翻你哋相關嘅有經驗嘅醫生做一個詳細嘅評估，咁先至會達到一個安全有效嘅效果。